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會祖聖方濟，我向你致候及敬禮。你曾活於極度貧窮中，嚴厲地折磨了你那無辜的身體。請以溫良的狂熱，把我從世界及其虛妄中拉出來，並把我一切的愛慕轉向主。請你為我轉求，使我能克服邪惡的傾向，並因此而到純潔聖善的生活。會祖聖方濟，我向你致候及敬禮。我們神聖的救主曾把他聖傷的烙印刻在你的身上，請你幫助我熱切敬禮基督苦難，使我能愉快地背負十字架，並結出與補贖相稱的果實。會祖聖方濟，我向你致候及敬禮。你曾因渴望天主而死，我邀請你與耶穌及瑪利亞，在我臨終時助佑我。請你做我的父親及守護，使我能在天主的恩寵中去世，並堪當居於天上，即你現在永享光榮的地方。亞孟。可親及至可愛的會祖聖方濟，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印在你身上的聖傷，我請你按照全能天主的旨意及他所樂意的，幫助我駕馭我身體五官的感覺，並幫助我獲得悔罪及虔敬、信望愛三德、忍耐、身體及靈魂的潔淨，連同忠實持守服役於主的恩寵，好使我在此世後堪當到你那裏，與你共享永生的幸福。願靠你的轉求，我能由我們的主基督那裏獲得這恩典。亞孟。慈愛會祖聖方濟，被釘基督的活肖像，我敬禮你，像他那樣的生於馬槽。你譴責了拒絕你的世界，像他那樣的貧窮。你輕視一切財物，除了永生之事，像他那樣的溫良謙卑。你以混亂及恥辱為樂，被熱烈的愛德點燃。你焚燒自己去增加他的光榮，你的愛轉化你整個生命，使你成為一個長久的殉道者，並推動你以嚴峻的補贖去爭取你熱切渴望的滿足，直到那早已深深刻在你心內的傷痕，最終印在你的身體上，使你成為一個生活的十字架。甜蜜地向世人宣講主耶穌的苦難與愛情。聖善的會祖，請幫助我，使我能從心內摒棄世界的精神，使我能重視貧窮及恥辱，勝於財富及尊榮，使我能抑制自己的情慾，並每日在天主的知識和愛內邁進，直到我最後能超然於自我、世界及一切受造物之外，而只為天主生活，並能像你一樣，以整個心靈說：我的天主和我的萬有，我的產業與我的喜樂，從現在直到永遠。亞孟。各位平安美善，今日嚟到聖方濟9日敬禮嘅第4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小兄弟團體誕生之後，計劃咗乜嘢嘅生活方式，同埋佢哋點解要去羅馬呢？方濟同11位同伴開始按福音生活，由於佢意識到自己同同伴們嘅生活方式必須要喺信仰唯一保證者教會入邊進行，否則將會一事無成。所以佢帶住簡單嘅會規到羅馬請教宗批准佢哋嘅生活方式。
方濟以佢嘅真誠表明佢願意到成全嘅福音生活，最後獲得當時教宗依諾森三世嘅准許，小兄弟團體正式被教會承認啦。其實喺1209至1212年間，方濟同同伴早年嘅福音生活係神修進步同埋兄弟團結嘅歡樂時光。喺方濟嘅遺囑入面都見到佢呢一個嘅記載。我哋可以喺呢度揾到早期方濟會生活理想嘅基本要素。第一係賣掉所有嘅嘢，活喺絕對嘅貧窮之中。第二係熱切祈禱。當佢哋由羅馬回程之後，佢哋揾到一個地方，能夠喺平安入邊祈禱。佢哋嘅祈禱風格完全係教會嘅，集中於禮儀，包括彌撒、時辰誦禱同埋天主經等等。第三，佢哋咧必須用雙手工作。當時佢哋主要喺農地工作，嚟到換取食物同埋一啲嘅必需品。第四，佢哋追隨一種簡樸有愛嘅生活方式，尊敬所有嘅人，唔會向羅馬教廷求取特權去保護自己。方濟最大嘅關注係要經常成為微末嘅，謹記自己為咗福音嘅緣故所做嘅抉擇。呢個800多年前初期兄弟生活方式嘅大綱，對今日方濟嘅追隨者仍然好有意義。值得反省嘅係，我哋點樣將初期方濟會理想嘅4大特徵應用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呢？聖方濟，你因愛而受傷，你的身心加以同釘在十字架上。我們注視那受聖痕裝飾的你，好能學習如何以你的愛和熱望去愛主耶穌和兄弟姊妹。有你在一起，我們更能易於默觀並跟隨貧窮且被釘的基督。方濟，請給予我們你信德的清新，你望德的確切，你愛德的溫柔。請為我們轉禱，好使我們能甘之如飴地背負生命中的重擔，並使我們在磨難中常能體認到聖父的溫柔及聖神的富有。願我們的創傷由基督聖心獲得治癒，好能如你一般成為他慈悲的見證。他的慈悲繼續不斷治癒所有誠心尋求他的人，並使他們的生命煥然一新。哦，方濟，超似被釘者，願你的聖傷為我們和世界成為生命與復活的璀璨記號，指出和平與修和的新路徑。阿們。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阿們。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阿們。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阿們。就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